宝贝的贝，贝氏家族它是拥有了狮子林最长的时间，一共拥有了狮子林150年，所有的建筑都以清朝为主。这个贝氏家族花了6500两银元买下了这座宅子，但是却花了60万的银元，经过4年半的整修，才把所有的修成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。狮子林目前为止是苏州所有园林中保存的最完整的一个园林。是在日本侵华战争的时候占领了苏州，他们定居在狮子林，所以它没有怎么被破坏。那8年抗日战争结束以后，在苏州签订的那个投降协议中，就在狮子林里面花了就在这里签的，所以才得以保存。你看啊，咱们呢是国古镇西南来自江南地区所有的房子。木质结构的房子，你看啊，只要它的雕刻雕花比较精湛的、比较繁琐的，那它一定是清朝的建筑。明朝包括明朝之前是非常简单的，那也不是说我喜欢什么图案我就雕刻什么图案，它每雕一个图案都有它的寓意所在。它四周有这种像半天的延伸下来的，每2个柱子的中间一个都雕出了一种图案啊，这是一个花瓶，花瓶里面插了一朵花，这个花是牡丹花，牡丹花的寓意是花开了以后家大业大。园林有钱人的意呢，那这个花还是那我还要怎么样呢？没有，这是日常的，所以它就雕刻了一个花瓶在上面，这个花插进花瓶，既要花开富贵，也要然后呢，房顶上有一个雕刻了一白白的鸟，这个鸟呢就是家里然后再来看一下，我们正前方是贝氏家族的市场，现在展示的它是哦，在门上的正上端、外端有方面的3腰的3个人石雕，旁边还有个它这个房子顶上有三个房子比较不像。拙政园位于江苏省苏州市，是国家的4大名园之一，也是苏州园林的代表作。它与北京的颐和园、承德的避暑山庄、苏州的旅游园并称为中国4大名园。拙政园始建于明朝正德年间，初为御史王献臣改佛寺以建。它是中国园林的杰出代表，亦是江南私家花园的典范。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1991年被国家纪委旅游局建设部列为国家级特殊浏览观光点。1997年与其他数座园林一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明正德4年，1509年，因官场失意而返乡的御史王献臣，以大红四纸拓建为园，取近代潘岳《闲居赋》中“灌园玉书，以供朝夕之善，是以拙者之为正也”之意，名为拙政园。清康熙18年，1679年由李煜整修，乾隆年间由清室买下，成为皇家园林。拙政园以园林艺术闻名于世，以精巧的布局、秀美的景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而闻名。拙政园以水为中心，以山为扩展，以亭台楼阁为装饰，以花木为衬托，是一座以山水为主题，兼有建筑、绘画、书法、园林艺术的综合性园林。
哎，你好。好的，给我放前台吧。哎。假山跟这也是茶山。只要跑假山越湿一点。你刚才回那啥了哈？看呢，走啊。上这就用两个饭。在哪上孩子？2棵树，这样。一边是这叫什么圣石？这啥？看看。拙政园以假山为扩展区，假山以苏州太湖石为主，太湖石玲珑剔透，形状奇特，是园林中不可缺少的扩展区。拙政园以亭台楼阁为装饰，亭台楼阁是园林中常见的建筑形式，既可供人休息，又可以用于观赏景色。拙政园中的花木品种多样，有花有树，有草有花，四季常青，景色宜人。拙政园以精巧的布局、秀美的景观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闻名于世，是苏州园林的代表作，也是中国4大名园之一。我把这个配成对儿，我配不上呢。就是玩拙政园的时候顺道来看看。我跟别人都绕到出口了，然后又跑回来。何一晨，何一晨，肚子好，这边坐下来。动谁呢？动我的。来来，老李给你吧，这个东西我使不了。咋的呢？我配不上。这洞挺吓人的。够吧？嗯。摸的哈，弹出来了。哎呀妈呀，这么神奇吗？哎，老李，你看这儿。无石假山，假山石头，你就说假山石头还有水多，你这个花言曲折。你连背得下来就背不下来，你用代替的把意思讲到位也行。我不。
啊，这不挺好看吗？啊，挺好看的。该拍照拍照啊但。是在里头挺吓人。嗯。哦，他上睡好家还是咋说？那我倒没有看里头谁动动啊，还是。